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俗语教室。Lisa 先伫遮祝大家新年快乐！2025年是蛇年，所以咱即摆要来介绍的是甲蛇有关系的俗语。咱今仔日的俗语是即句：大蛇过田花。大蛇就是大只的蛇，田花就是田内底。这种会当行的路，这拢是田花。啊，这是种物件的所在。嘛会当讲是这一块一块田。用来划分田界的小路，这小路，这嘛拢是田花。啊，即句大蛇过田花，伊其实是一句粤客家话。蛇的行动本身就较慢，愈大只的蛇行动愈慢。啊，咱拢知影蛇是安怎行动的，就是安尼用蛇的。蛇是啥物意思咧？蛇有3种意思。头一种就是用来形容蛇咧振动的这个动作，第二种就是咧讲人骹手慢吞，动作足慢的，做代志拢伫遐慢慢啊忙，豆豆啊做。第三种就是咧讲人无代志，出去四界拍拍走，乱乱踅，亲像一个人会安尼叶叶的偷走出去，咱就会当讲伊个踅出去啊。啊，伊转来的时阵，互人发现，咱就会当讲你是个踅去倒位啊。就是你个走去倒位啊的意思。好，咱讲转来即句大蛇过田花，这个大蛇伊咧过田花的时阵，就是安尼慢慢啊踅过去，动作足慢呢。所以即句大蛇过田花，就是咧形容人动作慢、拖拖刷刷、慢吞吞啊。你啥紧诶要出门啊？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搁等一下。咱昨昏敢毋是讲好今仔日10点要出门？好啦，搁等一下啦，我搁爱化妆吹头毛呢。唉，你逐摆拢安尼，真正是大蛇过田花呢。哈？啥物是大蛇过田花？咬蛇啦！紧的啦，你真正是吼，搁伫遐耍手机啊？好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即摆甲蛇有关系的俗语。希望新的一年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做代志骹手拢会当较美咧，莫踅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的影片，就麻烦点赞，佮分享出去。也别订阅关注朋友，也别直接订阅那个频道，安尼看到有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欢迎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